苏比亚上的犯罪是愈来愈严重。卫生福利部统计，今年的2月到6月，就接到1327件的申诉案，比去年的同期成长5倍。大部分的被害者拢是女性哦。性侵害犯罪防治法中哦，针对涉网络言影像移除下架的规定，明仔载就要开始实施咯。业者若是无依照规定，甲影像移除，相当哦是当要求业者甲网站封锁。为保障性影像被害人权益，立法院修正通过《性暴力防治司法》，其中有关网络性影像移除下架规定，会伫8月15开始。未来若有牵涉性侵害无经过他人同意录顶犯罪代志，只要向性影像处理中心提出申诉，对马上通报网络平台业者，限制看或者是移除这个影像。最大年龄74岁我们的一个阿嬷也是有这样性影像的这个遭散布的威胁。根据卫福部统计，性影像处理中心今年2月到6月接到申诉案件有1327件，888个被害者，比去年同期成长5倍。进一步分析被害者当中，女性占5成8上济，年岁18到25上济，散布者8成2是网友。移除性影像速度上紧的前3名分别是 Facebook、Instagram、YouTube 等平台。台湾的法令现在是期待在72小时内可以把成人的做移除，而少的是24小时内来做一个移除。卫福部强调，目前已用7成案件成功移除，平均移除日数是10天。无配合移除下架有63个网络平台，拢是境外网络平台，相当应对业者防网。呼吁民众若发现家己的性影像无经过同意就着散布，爱记哩唔通删除，唔通写中，爱保留相关证据，爱记录连接甲散布人的少好者资讯，向性影像处理中心提出申诉。记者综合报道。